自2024年9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纯正的心甲敬虔的外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历代志下卷》25章第10到28节。纯正的心甲敬虔的外貌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犹大王亚玛谢的故事。亚玛谢王权一强固，就处决杀害伊老爸的臣仆。不过，伊还是遵守律法师的命令，毋通因为囝儿的所做甲老爸处死，嘛毋通因为老爸的所做甲囝儿处死。逐个人着因为家己的罪死。无杀死遐个人的子女。亚玛谢在位期间，为着要对抗以东人，所以用钱对以色列请10万雇佣兵准备参战。后来，亚玛谢听叹先知的话，无靠以色列的帮赞，因为安尼，上帝甲伊同在，互伊得胜。上帝互亚玛谢赢得战争，伊却因为战胜就心生骄傲。亚玛谢甲以东的神像带转来供奉，因为安尼得罪上帝，落尾甲以色列征战失败，受领做俘虏。历代志的作者指出，亚玛谢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毋过心无专一。即句话是指亚玛谢虽然外表看起来若像遵守上帝的命令，行上帝看做正确的事，但是实际上伊的内心却存在虚伪、无诚实甲无纯洁的动机。亚玛谢的所作所为，带予咱一寡信仰的反省。这下伫上帝心意的顺服，应该是内心纯正、诚实，甲上帝建立关系，进而表现出敬虔的外在行为。就亲像一个基督徒，可能每礼拜拢到教会聚会、礼拜参与服侍，有祈祷和读经的生活。纵使伊安尼做，可能只是出于社交压力，也是习惯，毋是内心真正想追求甲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。安尼的信仰根基并无稳固，因为内心若无纯正，骄傲就会对得来。尤其是伫教会服侍的时，咱需要搁较小心查验，家己服侍上帝的心是毋是纯正。当顺服上帝的话语和荣耀上帝，无搁再是咱服侍的首要。若安尼，结果可能会亲像亚玛谢共款，因为骄傲就互性命惊灭亡。主耶稣讲，真正敬拜爸的人，会用心灵甲真诚敬拜，因为爸爱即款的人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着用心灵甲真诚敬拜。上帝毋尔关注咱的外在行为，伊搁较看重咱内心的状态。上帝期待咱全心全意侍奉伊，毋是出于形式上行礼如仪。敬虔的外貌应该甲纯正的心一致，行动和态度拢爱甲上帝的旨意相符合。默想，外在行为甲内心思想一致抑无？安怎影响一个人甲上帝的关系？我有甚物计划也是策略，帮助家己实现敬虔的外貌甲纯正的心一致的目标？外在行为甲内心思想一致抑无？安怎影响一个人甲上帝的关系？
我有甚物计划，也是策略，帮助家己实现敬虔的外貌，甲纯正的心一致的目标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经历你恩典甲慈爱，互我会当甲你同行，愿我的心得到洁净，会当用纯正的心来听你和服侍你，搁真诚对待每一个甲我相拄的人。愿我伫日常生活中彰显出对别人的尊重、善意和关怀，成做美好的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